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中共提前释放生命垂危的西藏政治犯；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2周年；司政洛桑桑格会见喜马偕尔邦林业部长。欧洲援藏团体举办网络会议，讨论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赞扬西藏妇女在62年前为国捐躯和疫情中英勇救人的壮举。流亡藏人女足获得独立足球联合会女足杯参赛资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3月6号上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佐纳公立医院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成为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新冠疫苗后指出 ，According my trusted friend, including doctor, they suggest should take this injection. So, in order to prevent some serious problem, this injection is very, very helpful, very good. So, those other patient also should take this injection for greater benefit.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So I took that. So I want to share. More peopl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take this injection.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3月5号通过网络出席了国际佛教研讨会开幕式，并针对巴利语和梵语佛教传统的三玄观点发表视讯演说。本周四，达赖喇嘛尊者应蒙古佛教团体的祈请，为期3天向蒙古为主的各国信众传授17班智达祈愿文和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及发表主题为“佛法与科学”的演讲。此外，一名遭中国政府判处10年徒刑及在狱中饱受酷刑虐待而面临严重健康危机的藏人政治犯，于上月下旬被当局提前1年释放。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现年约30岁的冈布日杰尼玛于2月25号在甘孜州鲁霍县的一所监狱中提前1年获释。据悉，在2012年藏历新年期间，西藏东部康区鲁霍县和色达县的藏人以和平游行的方式抗议中国的强权统治。在抗议活动结束后，冈布日杰尼玛遭到当地警方的拘捕。当局以破坏社会稳定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冈布日杰尼玛10年有期徒刑。另外，包括鲁霍寺的2名僧人扎西达杰和郎杰在内的约10名藏人被分别判处12年至14年的有期徒刑。另外，在3月10号，西藏人民自由抗暴62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60多年来在中共专制强权统治下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英雄儿女。3月10号当天，藏人行政中央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的官方纪念活动上，司政罗萨桑格在发表讲话时，向数以百万计的西藏英烈们致敬，并呼吁藏人在全球平台上共同推动西藏自由事业，铭记先辈们为西藏付出的牺牲和精神。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球乃则在讲话中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出紧急声明，对中国在西藏压制藏人人权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还提到了西藏语言倡导者扎西维瑟于最近获释的消息，
并敦促中共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包括遭中共绑架的第11世班诚喇嘛。在意大利，该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在罗马众议院的意大利会议厅举办西藏自由抗暴62周年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勒桑桑格通过网络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也于西藏自由抗暴日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商业利益所左右，而是站在尊重人权的立场上，积极推动西藏和整个中国的自由与人权事业。在台湾，来自台湾各地的34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藏人福利协会和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组织下，于3月7号和10号在台北街头举办大型游行活动和点灯祈福法会，缅怀1959年3月10号以来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英雄儿女第11世噶尔登仁波切。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和台湾各党派议员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此外，捷克共和国参议院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会大楼升起西藏国旗，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2周年。同样，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皇家自治市市长达林伯德、副市长大卫加德纳议员和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朗次人在伦敦东部的乌里奇市政厅外升起西藏国旗，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文化与宗教部于本周一3月8号举办祈愿法会，纪念1989年西藏拉萨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共残暴统治运动中殉难的藏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3月8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会晤喜马偕尔邦林业部部长拉凯西·巴塔尼亚和该邦议会议员。在会晤期间，司政罗桑桑格与部长拉凯西·巴塔尼亚先生和该邦议员维什尔尼赫里亚先生共同就打造达兰萨拉为智慧型城市的计划及当地全面发展事项进行了讨论。司政罗萨桑格在会议上呼吁林业部长协助在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设立疫苗接种中心，加强达兰萨拉藏人和当地印度社区的防疫措施。最后，司政罗萨桑格还代表世界各地的藏人民众，对印度中央政府和喜马偕尔邦政府长期以来的坚定支持和深远表达了感谢。此外，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上周四3月4号召开网络会议，从欧洲的角度讨论西藏境内局势的发展。网络会议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米库拉斯·佩克萨主持，欧洲议会议员米里亚姆·莱克曼斯、议员弗朗西斯科·格雷罗、议员萨缪·科格拉蒂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出席会议，并深入探讨了西藏和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欧盟成员国如何在欧中全面投资协定中提出西藏的人权状况，包括中共对藏人实施劳动制度等问题。另外，立陶宛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也于上周五召开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网络会议。会议讨论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以及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和其他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此外，在今天3月12号西藏妇女抗暴62周年纪念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纪念藏人妇女于62年前抗议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英勇壮举的同时，赞扬西藏妇女为抗击疫情在最前线所付出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下属妇女权益部门在纪念仪式上邀请流亡藏人社区的女性医护人员分享他们在抗击疫情上的经验，并向撰写有关增强妇女权益作文的学生颁发奖状。妇女权益部门在赞扬藏人妇女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西藏妇女们在疫情期间一直在疫情最前线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藏人行政中央新冠病毒特别防疫工作组成员和所有志愿医护工作者中，80%都是女性。
因此由妇女所组成的医护工作人员为流亡藏人社区中需要帮助和救护的人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有史以来有8名藏人妇女当选，占地方议会议员总人数的30%以上，而上届议会只有1名女性议员。当选的女性议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担任议员的职务，他们强调将为保护和促进西藏的语言文化而努力。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于近日宣布，该协会女性足球队获得参加2021年6月23号至30号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独立足球联合会女足杯参赛资格。据了解，这是流亡藏人女性足球队第一次受邀参加独立足球联合会举办的比赛，而男足曾在2018年参加过这一赛事。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